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，过去台湾话真侪外来语，日本人咧介管的时阵，咱会学日本话，讲真侪韩多鲁啦、曼巴啦，这个过去咱无咧讲新进的物件。过来，国民党来了后，台湾话原来引进一寡北京语、华语当作外来语，你敢要信？先来讲日客仔话介趣味，有几落句。头一句讲外省人食面，要互你接后壁一句。外省人食面叫做啥？就是国政咧讲，甲北京语流行话当作外来语来讲笑，嘛增加台语的趣味性。外省人食面迄碗面，那华语、北京语讲叫做面，所以外省人食面就是面啦，唔免啦。过来第二句，咱讲外省人食柑仔，这句原来介趣味呢。咱知影讲柑仔咧食，虽然有诶真甜啦。有诶原来酸味啊酸味，所以外省人咧食柑仔，互咱接后壁句，就是讲吼，柑仔食着华语咧讲会酸呐。迄个酸，台湾话当然外音，就是讲吼骹底抹油，好通酸啊啦。毋则讲外省人食柑仔，或者酸啦，赶紧来走啦。过来第三句，咱来讲外省人搬戏，外省人咧搬戏或者啥，咱嘛知影讲搬戏台湾咧讲叫做做戏。啊，若做戏北京语讲叫做做戏，这两字做戏，台湾话吼外音讲叫做啊无归去，安尼一直做，骨力做，拍拼做，无你是要互我做戏笑？毋则外省人搬戏，咱咧接讲吼后壁两字就是做戏，就是做戏啦。这叫做外音的日客仔话，拢用北京语来垫笑，来讲迄个深色话啦。啊，有当着啊。北京语引进入来台湾话，当作外来语打扮，伊无用日客仔话这种的表现，敢若讲一句话内底掺一字、掺两字的北京语，敢有这落个国情啊？有咯，我若讲出来，你原来会爱笑。会讲有影呢？生活中台湾人真侪拢安尼讲呢。啊，我过去吼国情安尼整理出来，我就特别搁较注意啦。来，咱来讲头一句吼，有当着啊朋友中间咧讲笑啦吼。讲来讲去，话安尼一句长一句短，互相拌喙饮，讲到尾啊会共动，会共担讲吼，担你嘛好啊啦，即句你嘛好啊，即个好，当然就是对北京语学来。当然，原来有人讲担你嘛好啊啦，毋过吼较流行，真正你南北二路去听啦，人讲担你嘛好啊，就是讲吼啊开讲讲笑吼，到遮吼莫讲了伤寒啦，担你嘛好啊啦。过来第二句，咱咧讲吼我呢吼对即个代志吼遮要紧。再三再四咧，甲你叮咛，甲你交代，结果你安怎样呢？你煞吼，拢无咧甲我指导啦。这两字指导咱北京语啦，有无？国政纪律出来讲，你就发觉讲，生活中确实不时的听人咧讲即个掺北京语的台湾话，有影？这嘛台湾话一种吸收外来语的艺术，你讲看有影无？